大家平安。耶和华是我的王。咱知影，伫即个时代，有真侪人得到精神的迄种的搅扰啊，常常都爱去找医生。有真侪是忧郁症，有躁郁症，有恐慌症，真侪的郁卒、艰苦，直到因规暝困袂去，甚至受自杀的心一直围绕伫因四周围的中间。现代即个时代，毋是干那咱台湾那定，全世界即种人拢非常的多。所以咱看见，当因去找医生，甚至有的人去找神明，因无得到帮助，开较侪钱又还无得到帮助。有的去找心理医生，因嘛食足侪的医药，因食了只不过是目睭搁较差那定，人的行动搁较钝，因无得到解决。现代人即种的问题，因敢若会当去找医生，真侪人因真正袂当得到解决的时，就伫美国。甚至伫世界有足侪医生，因开始发觉，因需要去研究，到底要安怎样来改变，才会有得到即个精神病的人会当得到医治。所以因就伫无共款的宗教的中间，因来找因着找方法，因就是。因就伫无共款的宗教的中间，用无共款的经，有的人是用大悲咒，有的人是用可兰经，无论对即种的宗派，因拢用因家己的经册。迄个医生就是用来试验，因用试验的方法就是用迄种功能性的迄个磁共振。迄个功能性的磁共振，就是当因用脑有足侪的机械，然后会看见迄个影，伫迄个荧幕的中间。因会当看见迄个脑有啥物种的变化，因就伫遐研究的中间，看足侪无共款实验的人，其中迄组遐个基督徒，因有得到即种病的人，因读诗篇23篇，因得到真大的改善。因发觉，当因开始读诗篇23篇，遐个人一段时间了后，一礼拜、2礼拜，因的脑开始真大的变化。因看会到的是遮个人，因的心灵得到安宁，因会当继续稳定，因的情绪会当得到真大的稳定。所以因就开始伫迄个实验的中间，有哪来哪侪会见证出来。我毋知影遮个医生偌济是基督徒，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群的基督徒。所以因就开始发觉迄个见证哪来哪出来。因伫迄个磁共振，迄个功能性的迄个磁共振，开始发觉，迄个看因有读诗篇23篇，遐个人因咱脑有足侪的功能，有足侪区来发挥伊的功能。其中因发觉讲，迄个核人吼，迄个杏仁核，就是我嘛毋知影啦吼，迄是我对看因的见证。迄个杏仁核的中间，迄个专门是咧反映人的迄个情绪，负面的情绪。当因读诗篇23篇的时，因发觉伫迄个人的迄个杏仁核吼，迄种的迄个活动哪来哪减少，甚至因搁另外发现，伫人的迄个前额叶皮质吼，迄个皮质是专门咧处理人的思想理智。因发觉讲，即区开始有真积极的迄个活动伫迄个中间，互遐个人虽然伫即个真有压力的生活的中间，因犹原会当得到真大的控制。因开始有法度去控制因家己的情绪，即个皮质哪活动哪强，因就会当控制。所以因若搁安尼，搁发觉咱有一种的迄个神经吼，神经的传递功能。当咱看到一项代志的时，迄个传递功能是互你对去。是互你惊吓吗？还是互你较稳定？因发觉迄种的传递功能，真做有真大的帮助。读诗篇23篇，因有真大的帮助。所以因就发觉遐个人的情绪继续安静的，搁较有喜乐。毋若安尼迄个继续稳定的，因为是伫好的帮助来咧发挥。这是神经迄个精神科学的研究，因为因是经过有机械迄个。磁共振来发现的，
毋是干那伫即个约翰霍斯大学即个大学，因遮个即群遮个教授、遮个科学家伫迄个所在研究那点，连伫哈佛，因嘛有一群迄个研究的团队。因毋但有共款的团队，因甚至因伫发觉，当遐个有迄个忧郁症的人、遐抑郁症的人，当因一日用半点钟读4篇23篇的时，连续8礼拜，因较开始甲因扫描因脑里的迄个结构，因发觉迄个脑的中间，迄个属于迄区的功能，真积极的发挥，互因的生命、因的个性、因的稳定性会真大的进步。实验的结果就是读4篇23篇，伫因的情绪、伫因的个性会哪来哪稳定。甚至伫迄个斯坦福大学遐个神经科学家，因发觉读4篇23篇，因的精神也拄着放松，会足紧的得到放松，无迄种的压抑，会当得到真正的放松。甚至伫德国马克思普兰克这个研究所，因伫遐发觉，后来这种读4篇23篇，这群的人，因伫迄个个性的情绪。迄种起头忧郁症真艰苦、真痛苦，想要自杀，迄种暗时袂困觉、手心迄个出汗的迄种的情形，拢大大的改善。因发觉因所读4篇23篇，咧处理人的压力，比迄个食药搁较看会到迄个功效。所以因看见伫遮的即群的精神科学家，因安尼研究了后，因是真正科学家，因有看机械，看见脑的变化，因真正感觉到迄个4篇23篇，毋是讲基督徒叫你读，你就读，是一个迷信，是心理作用，绝对毋是。因同款的一个结论，4篇23篇是上帝智慧的话，是有医治的大能。所以，当然伫因实验的中间。因感觉有即个果效，因就哪济用4篇23篇，以即种来帮助精神病的人得到帮助。当然，新药技术就哪来哪济，伫迄个所在来产生。亲像一个陈先生，伊是一个真一个做生意真好，迄个甲外国人咧做生意的一个老板。你看见伊生意做了袂歹。伊是一个真成功的科学家，其实伫伊的心内的中间，伊真正实在是充满了痛苦，伊压力真大，伊有忧郁症，伊有去找医生，伊暗时拢袂困觉，伊上惊开会，逐摆若为着迄个生理，咱知影无益，特别伫甲外国，搁伫即个时代非常的竞争的缘故，伊真正伫迄个心内迄种的，逐摆若要甲人做伙，伫迄个。开会会桌顶的时，伊拢感觉伊亲像咧审判，伊有够艰苦的，伊有够痛苦的，拢亲像要审判。真正伫外表处理，伊拢安尼激出来，但是真正转去，伊人真正拢用要崩溃。伫伊真艰苦的中间，有一个基督徒，我毋知影，伫即个见证的中间，无写讲即个企业家，伊是毋是基督徒？总是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甲伊讲，无你读4篇23篇啦，你逐工来读4篇23篇。我毋知影是。有信主无？总是徛伫我过去的经验，就是你要信耶稣，你欢喜读的时，也要得到帮助。当然，你若是基督徒，你对上帝的话，你搁较会当接受。所以，这个人当基督徒的朋友甲伊讲，你较毋读4篇23篇，迄个时阵，伊真正感觉怀疑呢，较有可能的4篇23篇，总是。基督徒的朋友的鼓励中间，伊伫头一礼拜读，伊真正好啊，读看卖嘛好，无败坏嘛。上计就是安尼尔嘛，无败坏嘛。所以读4篇23篇，头一礼拜伊读了的时，无感觉安怎？一个月了后，迄个真自然的心灵的安定就来产生。迄个各方面，伊甚至对伫坐到伫咧甲人开会的中间，毋是调过伊去控制，讲我无爱紧张。真自然就得到迄种的情绪的稳定，甚至伊无惊遐开会，伊甚至会当真清楚伫迄个所在，甲人来讨论研究因的事业。
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真正看见即个基础建立伫即个诗篇23篇，建立伫上帝的话时，哪来那侪见证？毋是迷信，毋是心理作用，是真奇妙。上帝的话充满了大能力，伫人的心灵的中间做真大的帮助。所以即群的科学家，无共款国家的科学家、精神科学家，因就开始去研究，到底诗篇23篇是安怎有遮尔大的功效？毋是干那即个企业家读诗篇23篇得到颁奖，是伫无共款背景、无共款身份的人，亲像一个老母，伊生第二个囡仔，迄个单亲的老母生第二个囡仔，伊生了的时，伊有迄个生产后的忧郁症，伊毋敢抱婴仔，即个软哥哥，我会甲猝死袂，我会安怎？敢若想遐想到踮遐咧教到伊就精神病啦，伊就困袂去啦，伊就受够艰苦的啦。甚至伊去找迄个医生，迄个精神科的医生的时，摕药啊互食，伊阁毋敢食啦。囡仔咧食无能，我婴仔若食咧，我的囡仔若身躯健康，伊伫遐就是敢若咧搞袂清楚就对啦。后来共款一个基督徒的朋友，甲伊讲无你读诗篇23篇，当然共款因拢有怀疑，但是聊落啊，伊阁真正感觉有稳定。毋是干那安尼，两个一个高三的学生，为着要联考，伊忽然，逐摆若伫咧迄个模拟考、伫大考试的时，伊就开始发作。伊怎阵真惊去考试，真惊遐，甚至就是安尼，规个精神就拢乱糟糟。所以咱看见读诗篇23篇，互伫迄个实验的中间，无共款的背景，无论你是大企业家，还是你有读册无读册。无论你有钱无钱，遐个病有迄种的患者去读诗篇23篇的中间，伊就得到医治。所以即群的精神病医生就开始研究诗篇23篇的功劳，迄个功效到底是安怎会产生即个能力？咱知影诗篇23篇是大卫所写的，大卫伊还未做王的大生，伊是一个牧者。伊做一个牧者，伊真清楚，逐只羊仔拢是伊的宝贝。当遐羊仔有一只死失，有一只受伤，伊做一个牧者是真艰苦心，因为迄是伊钱财的损失。伊袂讲死一只准拄好，我阁过来食，买伊的真艰苦心呢。所以大卫知影，一个牧者，伊要互遮羊群拢顾甲足好势时，伊就爱家己照顾。无通食的时，互伊食；欠水的时，我互伊水，互伊有水通啉。因毋是亲像咱有牧场呢，因就是伫真大自然的中间。伊就去敲找水泉伫倒位，伊伫无草的中间，伊就去找草场伫啥物所在。伊伫迄个山影甲山谷的中间，羊仔无细意，伊就会跋倒，伊就会摔落溪坎的中间，伊就真细意。伊爱为着要保护逐只羊仔，伊的宝贝，伊拢爱照顾甲足好势。所以，伊是一个牧者，伊有责任照顾逐只羊仔拢平安。但是羊仔嘛爱听牧者的话呢。羊仔若无要听牧者的话，伊要搞怪，伊是。要安怎杀死？当然，这就无法度控制。但是当伊做王了后，伊开始经历到，伊做王了后，伊发觉伫伊的四周围真侪的对敌，无论是扫罗王，伊所尊重的王，要互伊死；伊所疼的囝要互伊死，有真侪伊过去的人生伫四周围的中间，是甲伊三甲咧拍拼的人，但是为着押沙龙。反就反，伊真正看见迄个人伫伊的人生的中间，迄种的痛苦，迄种的打击，迄种的人生的紧张，四围拢围绕伫伊的四周围，太侪对敌的，随时有危险伫伊的中间。迄当时要攻击伊，伊拢毋知政治的阴谋，迄对伊压力来大，真大。甚至伊的家庭，囝甲囝的中间阁有纷争。大卫体会到迄个人生的痛苦、压力、打击、攻击，伊会当创啥物？一个有伊尊重的王，伊所疼的囝，四周围陪伴伊，伊也无啥物气躯，伊敢若逃走，伊会当创啥物？伊只有会当倚靠上帝尔，将所有的艰苦寄到上帝。伊发觉伫逐界艰难的中间，上帝帮助伊闪过危险，伊就哪来逐项代志哪倚靠上帝。
所以伫伊一生的经验的中间，伊真正体会到耶和华真正是我的牧者。即群的科学家，因就开始去研究，因当然爱了解诗篇23篇，迄真正迄个意义的大关联伫倒位。当然，因就对原文开始去研究。咱的圣经是透过希伯来文来写、来翻译出来，各国的国家无同款。当然，原文是上界真正的迄个体会所写出来迄个话语。所以，因就伫迄个所在用诗篇21篇，伫迄个所在写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过。因对希伯来文伫迄个所在研究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当然，这是来逼伊的宣告。我过去做艰难，若要上帝甲我帮助，所以真正上帝是我的王啊！上帝是我的牧者。原文希伯来文牧者是啥物意思？牧者是一个养饲的人，牧者是一个提供的人。你欠缺啥，我甲你提供。牧者是一个引带的人。牧者毋是干那各样迄个人，是内底有包含养饲、提供、引带。我无欠缺。迄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迄个文法是未完成式。那有读英文的人就知影，就是继续咧进行 ing， 继续咧进行。上帝对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，阁有一个意思。伫原文的中间，特别是伫伊古早迄个时代，迄个牧者，阁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王。当时的王嘛称作人民百姓的牧者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王，耶和华掌管我的性命。伊看见我的需要，伊养饲我，伊提供我，伊引带我人生的脚步。伫我人生的中间，互我无欠缺，毋是干那即马那定，毋是一时那定，是继续日日引带我，互我无欠缺，引带我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伫你人生咧逃走。真野生，若干那看家己真正逐项拢无的时，真野生的时，伊讲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。原文青翠的草坡，毋是咱对外口看讲哦，外口遐有一个草坪，咱外口看的草坪嘛有野草呢。总是原文迄个原文的迄个青翠的草坡，是咧讲迄种打半圆足油的青草啦，无有杂草。规片拢足油的青草，你食了拢有迄个汁，连你食迄青草拢有汁。是伫真水的环境，上帝咧引带你的是为你备办，是真正互你会当完全得到灵迄个肉体的饱足，享受上帝所甲你提供一切。迄个道地的意思。就是伫迄个所在，讲你会当真正会放松。今仔日偌济人倒伫门床翻来翻去，困袂去。总是伫即句讲你倒伫青翠的草坡，是你真正享受人迄种的完全会放松，倒伫上帝所备办迄种的真油的一片，拢是嫩叶的迄种的青翠的草坡。上帝引带我，上帝毋是逼我。上帝是一步一步甲我引带到伫迄个安静的水边。羊需要欠缺迄个水泉，所以迄个安静的水边，咱知影伫迄个溪水，还是伫海水，有影的时，羊群若要食迄种的水的时，当时要加落水底，咱毋知。所以伫遮咧描写迄个安静的水边，是上帝甲你备办，是真正迄个水，迄个溪水非常的安静，毋但安尼。佮清澈，非常的清，你会当看见下底偌济石头，你会当看见下底有啥物宝贝物伫迄个中间，是非常的清，无有啥物波动，互你完全倒伫迄个所在，享受迄个水泉，迄个水泉佮甜的，就是安尼会当啉。
特别的体会，伫伊人生真艰难的中间，上帝真正是安尼甲扶持。伫伊逃走的中间，伊无夭着，伊会当享受伫主神的保护，真实的安息。这幅图是咧描写真实的安息。所以伊咧讲迄个水泉遐尔啊清，拄拄亲像咱耶稣家己所讲的。伊讲：既然啉我所予伊的水，永远袂喙大。你伫耶稣基督的中间，有上帝迄种灵安慰、鼓励、扶持，迄种的水泉，是你我靠耶稣基督，这是耶稣家己基督所甲咱讲的。你若我靠伊即种我靠上帝是对心灵迄种你所享受的水泉，就真正会当得到安息。你完全会当得到放松。你伫伊的内底，你会得到完全享受伫伊内底的平安。第三节讲，伊互我的灵魂精英。咱看见伫第一节甲第二节，咧讲起上帝安怎甲咱陪伴伫人生的中间过平安的日子。总是到第三节就进入到伫更较深的所在。上帝毋是干那照顾，互你伫人生的中间无欠亏、无通食，互你有通食，互你真正就会当放松过日子。伊甚至关心到伫你灵的所在，互你的灵魂精英。迄个精英的意思就是讲，互你的生命得到真大的改变。咱看去，当遐个人拄着打击、忧郁症的时，因的心是硬心的，硬心，因袂快乐，因真痛苦，因拢无笑容，因忧愁，因为都袂快乐，足侪痛苦甲低调咧。迄个忧郁症常常就是要叫伊去自杀。我是经历我遐所带过的朋友，因想出足侪朋友迄个自杀的方法，因的人际关系破坏拢无去，惊迄，因拢笑袂出来。总是伊互我的灵魂精英，就是迄个精英，就是互你活起来，互你精神，互你有活气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灵魂得到过活。原来我拢袂笑容，原来我拢足痛苦、足郁卒的。总是当因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因去读诗篇23篇。我遐的朋友，迄阵我袂晓用诗篇23篇，我今日去看到，我就随时甲恁分享。迄阵我敢若伫我的感动讲，你用上帝的话，因就是安尼得到帮赞。敢若上帝的话尔，充满了快乐，因得到帮赞，因真自然，因就得到灵的安稳，因真自然。因就会真正对北来笑出来。较早因过去迄群的人，拢敢若咧逐工拢哭哭的流目屎，无就想要自杀。总是因真正会当甲你开玩笑，因会当笑甲足欢喜。而咱个因真正毋若安尼有笑容哪定，拄着艰难困苦，甲你讲的了，咱来祈祷，伊嘛是笑甲你讲，牧师我拄着遮，伊用笑容讲，其实伊心足艰苦，但是因即嘛毋要像因摆油头革面，伊嘛是甲你讲。我真艰苦，咱来祈祷。但是后来，有一天伊就讲，迄个伤已经治地，就是经屁啊，但是已经袂害着我，袂疼就对了。所以虽然迄个代志搁治咧，但是成做一个新的快乐。咱看见咱的林正路长老较早是大罗马，今仔日伊有法度用上帝的话去安慰鼓励真侪人，伊的灵魂精英。我的信徒。因过去有发到恁，今仔日伫教会做长老执事，因安怎咧安慰鼓励人？因笑嘻嘻，不时拢笑嘻嘻，因的灵魂得到精英。上帝伫咱毋是干那关心咱的生活外面需要的伊帮助哪点？伊连咱迄个生命上介深的所在、灵的所在，伊也咧关心。伊咧互咱的灵会当得到改变，为着伊的名，迄个名就是伊的代表。当咱咧讲耶和华这个名时，你就是想到伊的品格，伊是圣洁的，伊是慈悲的，伊是怜悯的，伊是听你的上帝。你软弱，伊阁欢喜扶持，伊阁欢喜甲你看顾。所以上帝对伊的名是非常的伟好，会负责任的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甲阮的遐个姊妹讲你逐工读圣经的话，因为上帝的话，上帝家己会负责，伊家己讲的话。伊家己会负责。当你咧读的是上帝，就伫迄个所在。上帝知影你需要伊，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上帝。伊是一个真善解人意的上帝。
伊知影你需要伊，因为你读圣经，伊就负责任，伊滴自然就临到你。所以遐个人一直读圣经的时，因哪体会到，因就哪爱上帝，因就唔敢得罪上帝，因照上帝的旨意行，因的性命改变。林正路传道，伊较早是大罗马，今仔日伊成做一个真够祝福人的一个传道。上帝为着伊的名，因老母逐工替伊祈祷，互伊带伊行伊的路。换一句话讲，上帝会引带你的性命改变的时，你咧荣耀，你家己本身得到荣耀。哇！正路传到你，真正互阮得到帮助足大。伊过去大罗马是伤害人的，总是今仔日伊的分享，伊的听。伊的扶持，伊的关，伊嘛是需要伊关怀，伊来走伊关怀哦。伊人就讲感谢你，伊得到荣耀，其实是真正咧荣耀上帝。上帝爱维护伊的名，为着你的名，为着伊的名，上帝为着伊的名，伊改变你的性命，互你的灵得到活起来，互你对伫无笑容的人，真正有笑容的人，你的性命，互人看见见证，你得到荣耀。其实真正是上帝得到荣耀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无好定你人生袂拄着艰苦，咱拢会拄着真正有助。迄个死荫是一种绝望，无远望。我想咱人生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拢会去体会到，真正有时迄种毋知要安怎过遐尔痛苦黑暗的时。有的人是因为破病黑暗，有的人是无钱伫遐咧约钱，欠真侪钱，也是人际关系破裂。也是拄着啥物艰难，你爱赔人钱等等这，咱拢会伫迄种的黑暗、袂快乐、真绝望的生活的中间，咱拢会拄着。总是伫即个所在无好中，咱会拄着，咱人生会拄着艰苦。但是代表伊体验着讲，我即摆已经毋惊，因为我经历太济，伫我痛苦的时，耶和华上帝你拢甲我伫地，所以耶和华你甲我伫地，虽然我的人生真绝望，我有信心。我会当继续头前行，毋然安尼头前有真水、青翠的草埔伫迄个所在等待我。迄是生命的经历，总是嘛真实。你讲起上帝的话所带来，迄种真实的帮助。然后上帝甲我伫地，咱人生拢会拄着足大的艰苦。你着读诗篇23篇，上帝都会帮助你经过即个道路。有一个70岁。得到肺癌的一个老阿伯啊，当伊得到的时，伊真正是一个真惊死的人。我嘛常常讲，你毋通讲我做无，看我做无事呢，我嘛真惊死呢，我毋敢自杀啊，对毋对？大家拢惊死啊，总是当然是安尼讲。你哪来哪体会到？我其实哪来哪毋惊死？我是无爱自杀，因为迄不去得罪上帝。但是我毋惊死，上帝今仔日若要带我去。我有啥会通啊惊遐？因为我体会到，即个上帝伊的名是慈悲怜悯，伫伊的内底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祝福伫迄个所在。所以，即个70岁的阿伯啊，伊足惊死的。我得到肺癌，都黑白想，不是得安尼拢袂快乐。若拄着人共款遮个破病的话，就讲袂停，拢共遮伫遐个说。后来，一个基督徒嘛甲讲，无你读诗篇23篇。伊开始读的时，伊开始改变。伊讲是啊，上帝若甲我伫地，我有啥物会通惊遐？上帝若甲我伫地，上帝会甲我负责，上帝会帮助我。伊开始迄个信心对上帝的看见，迄产生出来，伊真正是得到安息。甚至伊讲上帝今仔日若要带我去，我嘛毋惊，因为我知影甲上帝做伙佫较好，比世间佫较好。这就是我家己的会友亲自来体会到的。咱早一代，迄老一代，伫阮佫较少年的，阮囡仔时代遐的老一代，因迄个时阵读白话字就是足够背诗篇23篇。即个老姊妹甲我讲，当伊主宫是咱即摆有微创，迄阵是规个主宫拢摕起来，迄道手术，伊讲伊足惊啊！伊讲无输，当我倒伫迄个手术台的时，我就一直背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无人甲教啦，是伊已经惯死背这啊，所以伊就家己阵一直，伊讲我一直读，我毋知影，我读到第几遍我准困去，
因为有麻醉蛇嘛。伊讲我起来一切拢好势，头啊打倒咧足惊。毋过我开始读的时，我都无惊，一件一件的见证，拢一直走出来。所以，伫即个无共款的老阿伯啊，拄啊，咱有讲做老母的太太产后忧郁症，咱有看见高三的学生惊考试，咱有看见企业家惊谈判，咱有看见即个老阿伯啊，伫即种的诗篇23篇所带来，互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安慰鼓励。医治拢共款咧产生，毋是你啥物身份，毋是你有读册，只要你亲近上帝，共款的医治，共款对上帝来安慰，来鼓励伫迄个中间。伊讲你的腿，你的拐安慰我，你的腿，你的拐，迄个腿是一个真粗的柴箍，迄个木者摕迄真大的柴箍，是看到迄个动物看到对敌来攻击的时，是咧甲面相拍的。你的拐呢，是一个足长足长的、有翘翘的所在。当羊仔行偏离的时，伊去甲勾转来。所以腿甲拐，腿会使讲是一种攻击，拐呢是一种迄种的提醒、警醒，也是伫迄个管教。你知影刑罚是为着你过去的行为，当我做毋对时，我有刑罚。总是伫刑罚的中间，上时嘛有上帝管教。管教是啥物意思？伫你将来还未发生的时，上帝甲你备办好势，互你无搁发生。咱知影，阮林牧师顶礼拜对咱教会讲倒了转去，伊伫阮兜迄个所在，拄伫阮大狗的头前红车顶。伊青顶的时，伊出去的时，拄对即边一个姊妹。赶紧要冲过，伊也知咧赶啥，赶紧要冲过，阵迄甲弄着，我牧师阵规身人拢拍落。我转来的时，阮去无款转来的时，已经差不多1点啊。阮囝讲，爸爸拄着车祸，正抑搁伫，迄阵已经要1点啊，抑搁伫迄落7-11含警察伫遐咧做笔录。我心有够平安的，我做我去困，我无插伊啊。我做我去困，结果牧师转来，我看伊搁安尼行，好好。干那手包装，我讲你呾对建六转来吗？伊讲嘿，啊，较早我无去啦，我若去伊也去，已经笔录做好啊，已经去建六。伊讲啊，我讲啊，你毋是，伊就甲我讲，我讲啊，你是安怎样？伊讲迄个人车祸，伊阵规个人拢偏伊。伊讲较早我是戴迄个全罩的迄个安全帽，啊，若无我今仔日我的面纹啊切啊规个啊，当然我倒摆嘛切，去修理3500，迄个人爱我赔。伊讲伊爬咧爬袂起来。但是边啊，阁有一寡人，一个查甫人，去甲牵起来。伊讲伊拢袂讲话，等到迄个查甫人，甲迄个钱随脚去哦。伊迄阵还袂甲牧师牵起来随脚去。你袂使走，你闯红灯，你袂使走。迄个人敲电话叫警察，叫救护车。我看到牧师甲我讲安尼，阁转来。我讲啊，你较会当行路。伊敢若除了安尼包包的安尼尔，伊阁照常行路。因为过去我的会友。若有人跋倒，60几岁开始，70岁、80岁，迄拢毋免讲啊。跋倒就倒一世人。我讲真正，过去我的看见我的信徒太济安尼，跋倒就拢爬袂起来，所以我拢讲60岁毋通跋倒。其实我65岁，我嘛是搁摔一摆的，我是大摔哦。毋过我就感觉无干安尼疼，脚头有疼了，我拢无产生啥。因为耶和华甲我伫地，因为耶和华甲牧师三甲伫地。该保护的，我甲伊讲吼，毋过你嘛是需要受伤，你需要跋倒啦，就是你需要管教，就互你知影讲后摆徛后倒摆，毋通车顶就哭哭撞，你着先看咧，迄边的车会来无？因为我即马就安尼啊，我看到会使行的时，我就先看边仔迄边有来车无。你的腿是刑罚，是迄个攻击，但是上帝的管嘛是一种的管教。上帝对你的管教无歹啊，是为着你头前会当过较好的路来引带你啊。上帝帮助你，因为伊甲你伫地，互你会当伫即个艰难的中间得到平安，其实嘛是对你是个真大的安慰啊。所以伫耶稣内底，咱人生有真侪大风波，但是耶稣讲，伫头一撮的后壁句讲，互你踮伫我有平安。虽然伫世间有苦难。
但是世间所有的问题，拢伫我的管辖下，所以恁若伫我的内底有平安，做你放心。这是耶稣基督互咱应允的话。诗篇第23篇第50讲：伫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。总是伫人生的中间，咱有真济的迄种人对你的看轻，有人对我的看轻，有人感觉我含慢，有人踢笑我，甚至有人侮辱我。讲起来是真正的对敌，其实伫即个对敌的中间，就是人对你以即种的歹款待迄个态度，甚至人际关系，咱拢会拄到这个问题。毋过上帝要甲你摆设宴席，我的体会真正是安尼。当人伫遐感觉讲，我打出来时，看我讲道遮短，迄是要安怎讲道啦？遮尔啊短，查甫的同学真正安尼讲呢。你吼无花无偌久，你着安怎？总是我相信，今仔日我甲上帝讲，今仔日是你拣选我，我无爱做牧师，我无爱做传道，是你硬叫我做的。你既然做，我顺服，我着挖靠你。我着做互你看，要做互因看，毋是我要去攻击因。上帝咧讲，伫对敌的面前，毋是上帝要侮辱因，毋是上帝要去伫遐甲因对付。我咧讲，我做互恁看是，我要挖靠上帝，互你知影，上帝拣选我，上帝要后悔。我迄阵的态度是安尼哦，所以你甲我摆设宴席。今仔日遐个踢笑我的人，因真肯定我，因为上帝甲我摆设宴席是，伫我能力有限，人咧踢笑我的时，上帝要放弃我，上帝恩典提升我。当人咧看轻你，当人咧起笑，你拄着这个代志，你拄着真济的打击，你拄着真济艰苦的时，相信上帝。你倚靠上帝时，上帝对你的恩宠、对你的看顾、对你的保护、对你的扶持。有一天人看见的时，这个过去都遐含慢，今仔日较会无共款。过去我的同学有足侪人是真正安尼反映我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我毋是真正甲你对敌，但是我咧讲迄个态度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所以，咱伫遮咧看见，这是一个宣告。咱伫一个真理，伫你外面的中间，无论环境外歹，上帝对你的恩典，对你生命的提升，是一直拢咧进行，一直咧帮助你。所以，伊用油抹你的头壳，抹我的头壳。迄个油，咱知影伫当时扫罗王，上帝透过撒母耳甲伊膏抹油的时，也是膏抹代笔的时，伫遐咧讲一项油是代表啥？分别出来，只有你是王，分别出来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原来个上帝抹你，用伊恩膏的油，是你我受拣选的，毋是你外高，毋是你地位外好，是上帝看你做伊的宝贝，你欢喜读伊的话。你欢喜照伊的旨意来行，上帝伊甲你分别出来，伊甲你拣选出来，迄个拣选出来极大的记号就是恩宠，伊的恩典要听你，听甲福气祝福够满满，互我的杯满出来，毋是互你教业拄好，毋是你拄啊好哪定，是丰富甲你会当甲人分享。所以咱看见路加第6章38节，伊讲，互人会要互恁教业会斗地摇佮砸，互伊真正搬出来，拼过你的衫躯，因为你用啥物话来让人，也要用啥物话让互你。你用听去关心、去祝福、去帮助，你替伊祈祷，你替一个祈祷，你的医治释放的祷告，就又有恩膏。你欢喜祝福安慰的话，迄个安慰的智慧能力的话，就越来越多。你用啥物粮去让予别人？你用金钱看见人的需要，你欢喜祝福，你欢喜奉献给上帝，上帝就祝福你哪来哪丰盛，
互你丰富啊，欢喜去分享别人。当你咧做这个时，上帝因为伊的名，带你行伊的路，你所做的，你得到荣耀，上帝也得到荣耀。恩典慈悲的确对我一世人，因为上帝是特别拣选你，伊的恩宠、伊的慈悲、怜悯，拢要永远甲你伫地，是对你到人生的每一步，毋若到人生的落尾，将来到永远，上帝徛起会永远的画面的天堂，伊也要带你去到伫迄个所在。上帝的疼、恩典甲慈悲，是其实。是你已经甲上帝三角徛起，因为伊不是甲你伫地，伊甲你同行，人生的逐步拢甲你同行，是你已经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啊！你一世人热心敬畏上帝，上帝就是安尼甲你伫地，伊无放杀你，伊无离开你。虽然有时你会行毋对路，伊用伊的管佮甲你交倒转来，甲你管教。是互你佮行佮较正直，互你真正会当一世人行伫伊义的路、伊心意的道路的中间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真水的宣告。我永远要甲上帝同行，我永远要甲上帝三角做伙，我就会享受到上帝是我的王，对我的恩典甲祝福。所以，伫迄个申命记28章第20安尼讲，你若听叹上帝的话。你照上帝的教示来行，多谢。你照上帝的教示来行，就才会祝福要给你。恩典甲慈悲就是咧讲啥？上帝的福气，毋是你甲讨啦。你照上帝旨意行，迄个上帝恩典慈悲，迄种的福，伊会看顾，伊会供应，伊会扶持，伊会帮助。你需要智慧，你需要扶持，你需要安慰，你需要保护。是，你还未求的是，已经临到伫你的心上。一个听叹上帝的话，这个祝福就临到你。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的见证的时，我就感动讲，我一定爱来分享。上帝，我的个性就是安尼，我若看见好，何况这个上帝的话，对人有帮助的，我感觉讲，我今仔日做一个传教者，我无抗步，我就随时分享。因为我甲恁分享这个，就是要互恁知影，伫恁的身边有真侪忧郁症的人，恁嘛会当安尼去帮助伊。你若讲袂出来，无你就讲你读诗篇23篇看卖啊。因为过去太侪有即种见证的。既然若有即种的见证，我一定用的，我一定甲人分享的。因为阮望伫平常的生活，毋免阁找个牧师，毋免找特别啥物属灵的智慧者，恁家己就会当来做。所以我家己嘛有经历到。我较袂去，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个见证。我较早细汉，还未读国民学校的时，妈妈就互我会当读诗篇23篇，我已经会晓背。我后来毋但会晓背诗篇23篇，华语、台语我拢较准，拢抑阁会晓背。我安尼回想人生到伫今仔日，我透过这个体会，有的是我家己的感动，有的是看见希伯来文。迄种的特别深入的解释了后，我发觉我真正阿们诗篇23篇。我少年的时身躯真歹，长期的头壳痛，我足退的、足含慢的，反应真歹，记忆足歹。但是我真无共款。我当时艰苦好去，我迄阵逐个月拢爱去看医生，拢一定感冒。我当时好去，我长期头壳痛，我当时好去，我真讲袂出来。我当时伫讲道的中间，袂惊吓，我拢毋知影，迄是无形中的。所以我顶个咱去野外礼拜时，我讲吼，上帝啦，上帝的作为没有什么逻辑啦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活的嘛。所以上帝若甲你伫地，迄种的改变，毋是你刻意要看改变的，就无形中啊。上帝咧做工就是安尼啦，无形中伊已经咧立你的性命，迄毋是你家己。调故意要去克制，讲得爱安尼，得爱安尼。所以我发觉到今仔日，我甲细汉比起来，到今仔日有真大的无共款。甚至我也感觉我的记忆力该增加，甚至有时我的专注力、理解力，
三不五时也嘛真强，人咧讲啥，我已经想到遐。我看一项代志，我已经想过遐去啊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是我迄天看这个见证的时，我讲我感谢主，因为我细汉读诗篇23篇，所以我甲林园教会主任校长迄天阮做伙出去，我讲你互你的主任学生，甲这篇背起来，是他一生的祝福。我较早伫路加，无拄有新来的主任学生，干那因3个尔。透早来，我无去找老师，我家己逐个知影，带因背诗篇，第23篇先背，然后背第1篇，互因甚至伫圣诞节的中间，我讲恁爬起来背，互囡仔细汉的时会当诗篇23篇，互遐个精神无好势的、无好势，互伊读诗篇23篇，因为我看转来我一生的中间，我真正发觉我哪有蒙福，毋是干那外在的蒙福。我感觉能力、智慧、分享，我哪来无共款？我家己体会。所以，既然有人经验诗篇23篇，咱是安怎？无爱安尼做。我相信今仔日恁听到，一定有足侪人会想要做。恁试看觅呢？你家己先去经历着。我读诗篇23篇，也是你班长人的时讲，你读诗篇23篇。你去甲观察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，你去甲观察看觅啊。有见证的时，恁继续甲即种的祝福传落去。我相信诗篇23篇，你用逐日伫迄个所在读的时，是已经咧宣告上帝是我的王。你提供我的生活，我人生有艰难，你扶持帮助。当你的心底甲上帝掠做要紧的时，你知影无？你甲上帝掠做要紧的时。上帝一定专心全力扶持祝福伫你的心上，因为上帝的灵得到把掌。你要爱找伊，伊袂放点点。你有时毋知影伊，伊嘛是知影你需要伊，伊就已经甲你祝福落。迄是我对过去的经验所看见。所以我望照着今仔日的分享，摕别人的经验，甲我家己的体会，伫遮分享。望诗篇23篇，毋但恁得到帮助，恁看重。甲背起来，恁逐工甲背起来，伫你需要的时，遐个话走出来。迄个70岁讲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我也毋惊灾害。迄个单亲的妈妈，伊读到遮个时，伊即马所感动的，是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上帝甲我压掉咧。我有啥物会通惊吓？伊有信任感。当你若伫需要的时，迄个上界重点的话，就会走出来。真做你随时的帮助，所以这个时阵，请咱同心三角来读，也真做咱的祈祷。诗篇23篇第1节到第3节，一声来读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静音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管安慰我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我白色颜色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，稳定甲慈悲，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